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聊斜杠，我是易成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来宾是谁呢？好，欢迎这个也曾经入围过金曲歌王，好，以及这个金钟主持人，好，我们的这个曾伟忠。Hello，易成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哇哦，好，其实我跟伟忠算是有渊源的啦。对，有一些。对啊，不能说是我从小听你比赛。我其实你知道，因为你也才20几岁，我觉得听我唱歌，好像长大的话也蛮合理的啊。是啦，但是我那一天一算，我们差15岁，但是我感觉不出来，因为你感觉就很年轻啊。你刚一讲出这个数字，我又抖了一下，哇，真的是这么多。没关系啦，没关系啊。是，但那另外的渊源是什么呢？像这一张的专辑，以及上一张你的专辑都有收入我的创作，这样都有参与到。是，那我们首先从这个伟忠的生平开始了解起。那伟忠最一开始是从明日之星发迹的，那明日之星时期蛮特别的哦，其实唱了高达126首的歌，而且都没有重复。但是我相信当中应该曾经有一度是想要放弃，或者是说中间有遇到兵役的问题。那当时怎么样克服呢？心态的部分。因为《明日之星》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是开国元老，就跟庭允，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潘佩丽，佩丽算第5、6集进来的啦，但是反正就开国元老，大概就那些人。然后，我中间因为他就是最低分就淘汰，但是他们会帮你安排老师上课，对，然后你觉得你 OK 了，或是时间到了，因为他好像至少要3个月才可以再回节目比赛。我觉得《明日之星》的好处是这样。然后，后来中间是因为我已经被淘汰了，大概第3次吧。然后那个时候淘汰之后，我先去当兵，因为刚好就是大学毕业，所以我先去当兵。然后当完兵之后，当兵的过程其实的确也是就一直你知道心心念念，就希望说赶快兵役结束，然后回去比赛。然后的确就差不多兵役结束之后，当完兵之后，然后节目那边就有跟我联络，然后就说再安排我回去上课，然后准备要再派我去比赛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因为我记得在回去就是退伍之后那一次之前，大概也才唱个不到10首歌吧，反正就是你知道很快就被淘汰那种。然后所以说后来的这120几或110几首歌，就是后面这一段时间1年9个月的时间唱的。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是一开始的赛制是挑战者先3个人 PK 嘛，然后最高分的挑战卫冕者，然后就变成说一集你有可能会唱到2首歌。对，然后那个时候后来赛制有改变，就是3个人的最高分直接用那一个分数去挑战卫冕者。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制作单位就发现说，有的选手他们会把强的歌放在第1首，是怕自己被淘汰。对，然后第2首挑战卫冕者的歌反而就没那么强。对，就可能你挑战者最高分91分，结果你挑战卫冕者那首表现也没有很好，然后就你知道很低，等于对卫冕者好像又没有什么威胁。所以他们后来就决定说，改成这个方法，当然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好处，我们就不用一次录音准备4首歌。对，因为一次其实不是像观众朋友想到的，可能1天录1集，对，我们要录到2集，我们一次录2集，2个礼拜录1次，所以一开始准备那个歌的量很大。那因为我的话是，因为我其实从小就学台语歌开始，就是从一开始学唱歌就是学台语歌，所以歌库来讲还可以，但问题是你要有适合比赛的歌跟适合自己的歌是比较麻烦，所以当然过程当中也是有边比赛边学新的歌这样子。然后你说放弃的点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我去比赛的当兵回来比赛的第1场是丁佩君的20关，对，所以他过了之后，等于就会有一个新的卫冕者，对。然后当然我没有想说，一回去可能就那么快当卫冕者，对，因为当时还有那个谁黄品荣，对，就是如果现在听节目的是《明日之星》忠实观众的话，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就是当时那个黄品荣就蛮厉害的，然后他也是到第10关的时候，陈怡婷就也回来比，因为那个时候他一开始是16关被傅凯打掉，然后他又
在那个黄品荣第10关的时候回来挑战，然后就又把黄品荣打掉。对，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我一直在打那个怡婷，但是一直打不下来。是对，所以我在明日之星唯一没有赢过的人就是陈怡婷，也不能讲唯一没有赢过啊，就是说，反正每次碰到他我都就几乎没有赢过这样子。好，反正就等到怡婷过了20关，我想说好，该是我了，换我的时代。对，然后当时还有一个同期的竞争叫林梦宗，对，然后我在抢那个卫冕者位置的时候，其实就失利，有点失利，就是虽然就是大家好像普遍是比较看好我啦那个时候，但是就是挑战失利了，然后我就当时是有点沮丧，没有错，对，然后又觉得说比了这么久，然后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是对，然后就是不好意思啊，讲到难过了哦，没有了，没有了，然后后来又是梦中比到差不多10关左右我才好不容易登上卫冕者宝座，但是中间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蛮奇妙的心态转换。我觉得，因为当时的自己，我真的有明确的感受到自己的心态是从我把比赛变成表演，是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你们是有在想要参加一些选秀或者是有梦想，对有梦想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有一些朋友私底下也会来问我一些比赛的事情，然后我也都是跟他们讲说，平常的练习就是你就把它练到最好，然后上台你就是当做表演，你就把你的平常练习的展现出来就好了，然后你就去享受舞台。你如果在台上的时候，你还在想说啊，我等一下那边要转音，我等一下那边要高音怎么样，我觉得那个就是比赛，对，因为你就只是想要把你练习的东西唱出来，是对，你就不是说真的去享受舞台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当我认知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心态上的转变，让我在台上的表现也越升华了，对，也又应该说就是又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看我从最开始比赛到最后面的观众，应该都还可以蛮明显的感觉到这过程中的一些转变。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如果要以励志来讲，还真的算蛮励志的。是，而且像伟忠他其实有讲过一段话，但是我有点忘记在哪里哦。但就是讲说哦，如果今天你的可能表演的分数不是很好，或者是说就是输了，但有时候呢，分数这个东西其实不要看得太重，真的有时候可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他们可能看到分数，有时候替你抱屈之类的。对，就是我记得我应该是讲说，分数是节目呈现出来的，那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些节目的效果，是对，那。如果你今天可以唱到那个分数出来，然后会有观众说他怎么可能才这么低分，就是什么的这样，我觉得那个才是真的大家心目中对你的评价，我觉得那个才是，因为但是还是有蛮多观众可能还是会看分数来决定说你唱的好不好，去定义你的好坏。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可以唱到说，我觉得你唱的就是应该是比那个谁好这样子的时候，怎么会这分数？对，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是很真实的肯定这样子。是，而且像是刚刚讲到非常多歌唱比赛的细节啊，或者是曾经竞争的对手，但是回首就会发现说，其实那些过程、那些分数、那些细节，第几关被打掉，好像现在大家都有各自的一片天，对，也没有办法去那么样子斤斤计较那个过往，对。好，那比赛过后呢，当然就是进到了就是以明日之星为主的这个唱片公司，对，时代创意。那刚开始其实呢，听众朋友会感受到一个蛮明显的所谓4大天王的时期哦。那公司会以可能曹雅文啊、许富凯啊、郭庭云这些人为一个重心哦。那可能从专辑的制成品会看到一些差异，好，我们就是比较实话实说。那在当时，你会对于这样子的现象有怎么样的看法？其实4大天王，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其实碰到的状况比较是，因为毕竟他们实力是真的很好，那我们也不难理解说公司会特别把他们4个就是推得比较前面了。我觉得是好的，因为毕竟你一间公司本来就还是有一些很主力的歌手这样子，那当然会希望说，如果未来他们比如说出去演出的时候，
maybe 以大带小的方式，对，让我们后面进公司的人比较有机会的话，曝光的话是会比较好的。但当时其实当然也会有一些觉得说资源分配不均啊，对，那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常常你就会看到说，四大天王工作很多呢，我们后面渐渐的好像真的就比较少一点点的这种感觉。那或者是他们在节目上，但我还是要讲一下，前提是因为他们真的实力很好，是对，所以节目上的安排也会让他们跟比如说艺人歌手来交流的时候，他们比较有机会跟他们去合唱。对，但是就是我讲的，以他们真的实力很好这个前提下，我觉得这是 OK。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那我们就是还是有点可惜，你知道，就是会觉得说资源分配这件事情。那当然后来，像傅凯、雅文，然后嘉玲嘛，现在都到不同的公司，或是自己成立，对，自立门户这样。那但是也是会，也是跟他们还是会有联系，然后也觉得说，其实他们现在做他们自己想做的音乐，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而且我其实也都跟比如说就是身边的朋友会开玩笑啊，就讲说，哇，他们就是傅凯跟雅文他们出去自己做的那一张就都得奖。对，反好，表现得更好。没有，那这也不是说表现更好，我这本来就是都不错，只是说可能是个巧合啦。但是我觉得说，他们现在能做他们自己想做的音乐，真正想要的东西。对，因为毕竟你在公司里面，可能还是会受限于一点公司的设定，等等的，所以还是会稍微的迁就。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有能力自己出去自立门户，然后唱自己想唱的歌，那当然粉丝还是会继续支持他们。我觉得这些都是更重要的。那现在啦，就是等于说我们公司现在剩下的应该就8、9个左右，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风格方向都不太一样，也是蛮好的。对，我觉得以一个台语音乐的忠实粉丝的立场，我反而蛮乐见就是天王天后这样子的出走啦，因为可能像是以前会觉得哇这一些可能新田啊或你啊或者是中佑啊，就是会发现说好像在专辑上面的制成品啊，可能分配到的没有那么样多的。可能好歌之类的，但是目前现在就会发现说很着重于你们的企划，或者专辑收歌上很努力的想要跟我们词曲作者做沟通，说你们的人设是什么，甚至说你们连哪一首歌叫什么歌名、内容什么都有设定出来。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我的第一个作品是 EP，就是2首歌，然后跟梦中还有丁佩君。就我们3个人一起出的，是对一个人2首这个单曲这样子的心态。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其实私底下有讨论，因为过去每一个从明日之星20关毕业的人，大概都是直接发专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私底下3个人就在讲说，为什么发单曲这样子？当然我自己会觉得说，的确啦，可能一个是知名度方面，一个是可能因为。毕竟你看四大天王他们的粉丝数就是真的很明显的很多这样子。当然所以我自己如果也是有站在公司的角度想，如果这样子的话，那 maybe 集结3个人的力量，好来做这个会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曝光度。那后来你看我又发先明日3烧，是对，等于也算是合集。所以我是到了第3个作品才是个人的第1张完整的专辑。对，然后。当时其实像你讲的，我其实是到第2张开始才有比较多参与到所谓专辑的制作层面，因为像第1张其实大部分就是跟公司跟老师收歌，然后收就说，这次这些歌大概是给你的什么这样子，那我们就唱，那就会变成说，我们比较难去那个叫什么？定位一个就是自己的东西，是对。当然也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别的一些想法，是到第2章，然后我可能开始有比较多自己的创作，然后那时候勇士嘛，然后也比较多开始融入一些算是原住民的元素进去，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比较，而且那时候我记得也是从第2张换了一个制作人，因为原本我们大概都是跟曹俊宏老师合作，对，然后到第2张开始是给许明杰老师制作的，然后就跟老师也有比较多的沟通，对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比较多自己的想法可以参与到专辑当中，然后到现在，我们可以跟制作人讨论我们要做什么方向，然后要什么样的歌，然后跟公司的开案。也可以讲说，我这张专辑的概念想要做怎么样的方向，这样子，就是参与度越高，我觉得像比如说这样子在访谈的时候，我们自己能讲的东西也会相对比较多。是，对，有时候可能是其他词曲老师的作品，对，你还要花时间去理解说，老师到底要讲什么这样子。我那时候第1张就这样子啊，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有第2张吧，第2张在跑的时候，我还有在想说，哇。自己的就是都是自己写的歌，果然比较多东西能聊哦。对啊，勇士那一张专辑，对，因为第1张就大部分真的都是收，因为主打我记得都是老师写的，只有1首是我自己写的这样子。对，红尘来来去去那一张，那一张其实有3首是你写的。对，但是我记得只有《吹波烈狼》啊，《中破塞》、《依依不舍》这3首。是。那其实因为我前几天就在观察你的一个创作的历程，就像你刚刚讲的，第2张开始有蛮多的创作，但是创作并不是凭空，可能就一出生就会了。那个踏入创作的第1步是什么？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开始有创作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蛮有趣的，因为我们高中的歌唱比赛。它有一个是创作组，然后又很有趣，因为我们学校就雄中就有创作组了，对，那就很压给，他们就是雄中雄女联合歌唱大赛，然后他们又不给唱 K， 就是伴唱带，是，所以他们一定要找人伴奏，对，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知道阿拉斯吗？我知道，对，因为我那天还是跟他聊，他说他那个时候就是他那一届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就还。帮其他人伴奏，大概可能决赛10组，他就伴奏7组之类。哇，他是那种音乐系伴奏老师。我就说，所以你是孔锵老师。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说，也有创作组，所以我就找了那个我们班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找了一个伴奏，其实就是同班同学，然后他就也有兴趣啦，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是他写曲，我写词，然后当然那个时候是写华语的词啦，是对。我回想起来，其实那首歌好像真的蛮尬的，但是怎么样的类型？就你知道，也没谈过恋爱，然后这边写关于恋爱，故意写情歌这样。对，然后我记得歌名叫《错过》，感觉好像有点市场哦。我觉得好像可以哦。我看我能把它想起来。我记得有因为我的文字的档案大部分都还有存在电脑里面，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会开始写一些创作，然后到大学，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也有学校的歌唱比赛也有创作组，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动力，是因为那时候初赛我就唱了我的那时候也是自己写的歌叫《风筝》哦，对，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知道就很 gay 白。歌名叫风筝，但是歌词没有提到任何风筝的东西。哇，反正就是讲说什么我断了线，我断了线，身体渐渐失去了知觉，记忆成了碎片，随风纷飞，飞往没有尽头的世界之类的。很有画面感啊！这样听下来，那个歌词就是也是在讲一段感情，然后就是断了线，然后就是像风筝一样，但是就是内容就没有提到风筝，然后就是飞到不知道哪里去。但相对来说，应该比较有感情的那种投入了吧？对，然后年纪的增长。对，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受到一个很大的鼓舞，就是因为当时的初赛结束之后，然后最后有评审讲评，他有提到说他给我的那首歌评价蛮好的，对，虽然我是清唱，但他说他对我那首歌评价蛮好的，对，然后我觉得就给我很大的一个鼓舞。虽然后来创作组也是没有得名啦，但是我就觉得在那一次之后就蛮有那个创作的想法。是我刚刚还以为是那个被告白还是什么之类的，也没有呢。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大一吧，对，我大一也还没有，我正式的恋爱是19岁。哇，很讲巨细靡遗这样。对，因为就是很晚，相对晚了。
OK， 好，那讲到这个创作的部分呢，其实讲到历程，那接下来要讲到说创作的那个日常，你通常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啊？这个蛮有趣的，我大部分会先有曲，因为呢，其实我目前不会乐器，目前是用 beat 吗？我就用哼的，对，然后所以我蛮常在骑车或者是走路或是干嘛的运动的时候，突然哼出了一段旋律，我就先把它录起来，然后录起来之后，看看之后要写的歌有没有机会用到这段旋律，是对，比如说好，我今天哼的是一个轻快的歌，然后我现在要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之前好像有哼过一些对素材来套看看。那如果 OK 的话，其实就开始填词。但也有一些是毕竟啊，因为我们等一下好像也会聊导音的事情，是因为台语导音的问题比较严重，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是词会跟曲一起出来。对，因为你词曲一起出来的时候，比较不会有导音的问题，是彼此的搭配。对。那现在讲到导音，我们就来解释一下，怎么样叫导音？你的认知。这导音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每次都会举这个，就是我第2张专辑里面有首歌叫《丰收》，对，然后它的歌词是“只要手牵手，咱就是好朋友”，然后原本我写的词是“只要手牵手，咱就是朋友”，其实差不多，是对，但是旋律如果唱起来会变成“只要手牵手”。咱就是朋友，西朋友，就死朋友不好，所以那个时候许明杰老师在录音室里面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导音有点太明显了，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谓导音就是说它的意思会跑掉。那因为台语它本来就有7音8韵嘛，所以在唱的时候，你要是没有符合它本来的大致的那个音的话，很容易跑到别的意思去。是对，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就说我们是现场就改，然后就调好，那不然就调成只要手牵手就是好朋友，就完全符合那个旋律跟那个音调这样，所以就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特别会去注意这件事。可是说真的啦，你要每一首歌很完整的都没有导音，还是有一点困难。对，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的歌导音很少对，很厉害。所以我觉得以前的老师们，我是没有去了解他们大概是怎么样创作过程。但是你看，冷淡的光线完全就没有导，哀怨的歌声对，也没有导。对，就是他都是很讲究那个对，蛮讲究这个东西的。所以你看以前有这个有在注重导音这件事，可是现在我觉得是因为，第一啦，可能听台语歌的人大部分没有到很了解这个事情，是，所以他们会觉得旋律好听，就 OK 了，唱歌的人唱的OK 就好了，对。但是我其实有的时候在听一整张作品，就比如说今天谁发片我来听一下，我要是听2、3首，然后就发现不行，导音导得太严重，我真的是会有点。听不太下去，对，所以就自己的，现在我也不敢说我现在自己的歌，因为的确啦，旋律还是蛮重要的，是，所以你如果能够写到，所以我才很佩服吴雄老师，他可以就是很精准的把每一个字完全没有导音的写进去，而且都是不同的字，他也不是说重复一样的旋律一样的字，他有时候还不同的字，所以有时候很佩服吴雄老师，但是现在自己的歌。也不敢说完全没有导音，可是尽量去避免。